可以看见，三字经它是有多么的重要啊。那么呢，下面我想呢向大家汇报的就是三字经的作者，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啊，对作者我们不能不讲啊，对不对？孟子有一个观点读一本书必须要了解它的作者，如果不知道它的作者，那么可能对这个书的理解有可能出现什么对，出现偏差。可是遗憾的是，我也不知道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前流行的有关于三字经的作者有4种说法，涉及到3个人。第一个是南宋末期的欧世子，第二个是明代的李真，第3个呢是王逸宁王逸宁。所以关于他的作者至少有这么4种说法4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他支持的这一个论据和论证大家谁也没有说服谁。特别是在欧世子和王逸宁之间，我们这里有没有朋友来自于广东佛山呢？有没有？浙江宁波的也没有。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2007年的时候，广东佛山跟浙江宁波展开有关于三字经作者的大讨论，谁也没有说服谁。广东的佛山讲三字经的作者是我们佛山人欧世子。为什么呢？第一个，从广州的这个他的这个府志和这个顺德的县志里面记载的所有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都是欧世子。对于这个史实资料，我们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对不对？第二个，佛山人曾经有一位探花，也就是考试考了第3名的他曾经在为这个三字经他的这个做这个序的时候，就明确的写了三字经的作者是欧世子。还有一个，他们发现三字经用粤语读起来朗朗上口是不是非常的押韵所以的话他们认定三字经的作者是欧世子。但是浙江宁波他不干了，你说你用粤语读起来很朗朗上口，我同样的我用我当地的方言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其实三字经无论用什么语言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对不对？所以你这一条站不住脚。他还举了浙江宁波也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有一个人做序，也是为三字经做序，他同样的他也写了三字经的作者是王逸宁，不是欧世子包括我们清朝湖南衡阳人霍兴思，他在为三字经做这一个注解的时候写了一个序，也是明确的指出三字经它的作者是王逸宁。所以两边都有这一个论点和论据，谁也没有说服谁。在那里呢，最终争论了好久也没有一个结论。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浙江宁波的一位教授张汝安，他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就看了一下，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一本书呢是一本相当于家训的记录很多的家训。他在里面的家训里面就发现了一句话，叫什么呢？为人祖父者，做长辈的
应该呢要借一些好的老师去教育子女。刚开始的时候，初始应该读《三字经》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一下子就很高兴啊，哎呀，他就去查证，发现这个家训他是在了什么时候呢？南宋的中期。所以的话，他这一下子这个发现以后，就把《三字经》它的这个成书的年代又往前推了几百年。所以干脆大家谁也不争，欧世子和王阳明他们可能都是修订者，对不对？我们伟大的一本这个著作它的产生，基本上都是通过世代的人不断的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订啊，不断的在原有的基础上修订了润色共同完成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啊，《三字经》它的作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它这么重要，我们作者都不知道，是个遗憾是个遗憾。那么刚刚讲了，广东佛山跟这个浙江的宁波他们的争呢，两个都是争呢，用当地的方言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啊，是不是？《三字经》它的这个语言的形式就注定了它读起来应该是朗朗上口的啊。三字一句，句子比较短小，形式又整齐形式又整齐。所以这是它的语言。那么关于结构呢，主要是分为5个部分5个部分。那么大家手上都发了一个学习的资料，这5个部分呢上面也都有，我就不着重讲了今天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第4和第5个部分这也是我在三字经教学过程中呢，自己认为值得探讨和大家一起拿出来探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呢，今天把它放出来，和大家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交流。那么我在这里把重点把握的这个字词呢，提了14个出来。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孝于亲所当执的执所当执的执。因为我当时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也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在看别人的这个翻译的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要么就是没有把它把握住，要么就是讲的比较的含糊。虽然是那个意思，